高山，你要出门吗？办点事儿。那需不需要我陪你？不用。那我等你一起晚饭吧。高山，你怎么了？相信我，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。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早点回来好不好呀？啊，高山没在，他出去了。哦，我知道，他有东西忘在我那儿，我给他送过来。您好，快递，请问要寄什么？你叫的快递啊？高山叫的。奇怪，他说晚上才来，怎么这么快？那可能来早了吧。没事，他东西放哪儿，我给他拿去。就在他房间桌子上。哦。你让开！高山真的不在里面。你让开！你这是干嘛呀，姐？苏媛，出什么事了？林沃，你在也一样。你来干什么？是要寄这个吗？哦，好。你是来找高山的吧？你查监控不就是为了确定高山妈妈有没有来报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就是啊。别装了，你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郑总，请你不要在这胡言乱语了。林沃，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固执任性的小女孩，没想到你这么愚蠢，竟然怀疑自己父亲的人格。这世界上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怀疑他、唾弃他、辱骂他，但是你不能，因为你是他这世界上最宠爱的女孩，他不舍得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可是你呢？你回馈给他的是什么？林沃，你太残忍了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，但我不能丢下高山他一个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提高山？你知道你父亲只剩半条命了吗？你胡说！让我告诉你，你父亲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。恭喜你啊，林沃，目的快要达成，以后可以不用再见到他。不可能！我昨天回家的时候他还好好的。秦生生怎么可能会死啊？他是秦生生。你知道他昨天晚上为什么半途离开？因为病痛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他依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示他脆弱的一面，只想把他坚不可摧的一面留给你。看来，他做的不错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你还关心他的死活吗？你告诉我。德福机场。林沃，我不相信你，我要确保秦董的安全。好，那就一起。